这个放心，看的在哪里？在真係冇人。呢三嚿煎肉有啲啲難送，這三塊豬肉有啲啲難送的嗎？謝謝你們的燈牌，感謝謝謝啊！阿婆你眼冇誤會啊？你眼冇誤會，我冇愛哦。唉，嚇，我冇音啊，攞俾你賣。Yes 啊，冇牌，我知道係冇牌。嗯，這個婆仔好玩。好耐冇來過吉水啦，係嘛？係咯，你略仔，你兩個燈牌俾我容易去啲仔，係嘛？你略仔兩隻燈牌俾我咯。你叫安鋪攞，好耐冇來過安鋪啦，係嘛？係啊，安鋪係比較少。安鋪其實我去邊一隻位置直播咧係睇情況嘅，因為你去到嗰度咧，嗰啲有錢嗰啲老人家比較多，有錢開始上 BK 啊！我想送料嗰兩嚿，哎呀三嚿煎肉就係我想送料嘅啦你。有啊，我俾嚿俾你啊！我頭先都俾咗嚿俾你哋啦。哦，你十幾隻人食未？十幾隻人食咁啊，我又冇辦法嘞噃。安鋪人比較有錢，係啦係啦，邊個知道安鋪人確實係有錢。咩時候嚟計炮啊？冇低咋？你講十幾個人食嘢少講一少，我話確實係冇辦法嘞噃，係嘛？你認為少嘅話，我有咩辦法啊？我冇可能係咪咯？我攞啲煎肉出嚟派一派，比較適合啲仔頂一頂嘅啫嘛。你講，因為我照顧你所有成家人十幾口人個飯菜嘅話，我冇辦法嘛，係咪咯？你來環山我怎麼冇見過？誒，環山我都冇得幾熟，買到菜啦。好多謝你，多謝你哈。睇見嗰啲人對我咁有愛，我真係心裏難受的，是吧？乜嘢啊？又分嚿煎肉俾你煲咩？你大家講分冇啦？分冇啦？菜個係買菜個都好啊。依家就出來，我冇亂分嘅，冇記得嘅。有冇走環山個？走粉絲燈牌個？走環山個，有兩嚿煎肉，兩個人出嚟攞。帶有粉絲燈牌個環山個有冇？有冇？帶有粉絲燈牌個？走環山個，有兩嚿煎肉，有冇人出嚟攞？浪漫愛情係真定假個？俾嚿俾阿姨啦。煎肉阿姨啊，愛冇？喂，我老闆俾錢我買嘅，你放心攞去煲得嚟吓。身體健康啊。
ăn nhớ cầu.反正睇見差唔多就俾你，嘥死你冇得真係難頂。等我出去，你出來冇有？你冇有粉絲燈牌？嗰隻浪漫就有。哎呀，浪漫情人就有。